你真的是皇上？3日事情的时候，为什么朕要戴着面具？朕跟你说话的时候也是破绽百出，可是你都没有发现。朕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单纯可爱的女孩。皇妹，赶紧下跪！你这个骗子！皇上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放开！你就是个混蛋，你就是个无赖！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你不仅敢打朕，还骂朕是骗子无赖！你本来就是骗子，本来就是无赖！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够砍你100次头了？砍吧，反正现在鳌拜已经被你制服了，留着我这个猪脑袋也没什么用了。好，你不怕死是吧？那你哥哥呢？你知不知道你打了朕要被诛9族的？好啊，你先是利用我，现在利用完了对吧？我没有价值了，你就知道欺负我，砍我的头，还要诛我9族，有你这样欺负人的吗？伤口这么深，你还乱动？你等一下，朕马上让你哥哥过来给你止血。现在都要砍我和哥哥的头了，还止血干什么？朕难道不该砍你的头吗？你知不知道从小到大，还从来没有人打过朕，就算朕的皇阿玛在世的时候，也从来没有动过朕的1根手指头。那还不是因为你骗我？你跟我说你不是皇上，你是龙三，我是你的老大。那小弟做错事了，老大教训一下怎么了？那要你这么说的话，还是朕的错了。没错，就是你的错，谁让你骗我了？不过龙小弟，你不会真的要砍我跟我哥哥的头吧？你说呢？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了朕，朕要是不惩罚你一下的话，还怎么君临天下呀？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刚刚是谁冒死帮你跟鳌拜拼命的？刚刚你确实挺勇敢的。朕原本以为你就算真的担心朕，但也只会躲得远远的。我现在真是后悔了，早知道我就应该让鳌拜把你大卸8块的。朕要是被大卸8块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你忘了你跟朕结拜过？你还说我被你玩的团团转，你现在很得意很开心是不是？那你不也一样吗？啊，老骗我这个那个的，现在知道自己牛皮吹大了。我从小生在穷山村里面，我以为皇上都是那种威严的，哪成想是你这种泼皮无赖样。我怎么就泼皮无赖了？那你还一直女扮男装欺骗朕呢？啊？那反正你踢朕挨了1刀，又给了朕1巴掌，这事扯平了。不过，龙小，皇上，是不是以后我得跟他们一样，毕恭毕敬的叫你皇上了？那当然了，在外人面前，朕只能是皇上，你就不能胡闹。只不过，私底下，你如果还愿意叫朕龙小弟的话，朕会很开心的。是不是疼死了？所董，奴才在。朕封你为国史院大学士。奴才谢主隆恩。还有你的那些属下，护驾有功，全部每人晋升1级，赏白银1000两。谢皇上，奴才遵旨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吧。这。李建清，臣在。朕封你为太医院副院判，赏黄金100两。皇上，臣之医术还不够格担任太医院副院判一职，
若是勉强忝居高位，于臣也未见有益。臣护驾乃是臣分内之事，不求封赏，只求当好一名御医。你年纪轻轻就能淡泊名利，很好。不过既然是你救了朕，那就是为朕立下了大功，朕也得赏罚分明啊。你要是不愿意升职的话，那朕就赐你一件黄马褂，准你有急事的时候，可以直接穿着黄马褂进宫见朕。多谢皇上。桓答应。奴婢在。你为了帮朕铲除鳌拜，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潜伏在鳌拜的身边，还识破了鳌拜要给朕下毒的阴谋，为朕擒下鳌拜立下了首功，可谓是有胆有识、有勇有谋的女中豪杰。你想要什么，尽管说出来，朕都会遂你的愿。皇上，奴婢只有2件事想请求皇上。这第一件事，想让皇上撤去奴婢的答应之位。朕本来就要准备取消你答应的封位，封你为嫔，让你做一宫之主。皇上误会了，奴婢不是嫌答应的封位太小，而是奴婢只想做一个小小的宫女。为什么？因为奴婢的满八旗身份是鳌拜帮我伪造的，之前为了迷惑鳌拜，所以皇上给奴婢封了一个答应之位。可是现在鳌拜已经就擒了呀，所以奴婢也没有必要再假意的做皇上的后宫嫔妃了。这有什么的？朕早就想过了，找一个八旗的宗亲认你做义女，赏你们李家一个满八旗的身份就是了。其实这跟吉起也没什么关系。最主要的是，奴婢年少的时候家里给奴婢定了亲，虽然奴婢的未婚夫前几年外出游学，暂时失去了联系，但是婚约还是在的，所以奴婢没有办法侍奉皇上。你的意思是，将来有可能还是要出宫，去跟你的未婚夫完婚？这大清朝跟历代历朝都是一样的，推崇信义为先，这婚约自然也要遵守，所以奴婢就不能侍奉皇上，希望皇上成全。你既然不愿意做朕的嫔妃，那朕也就不强求你了。你毕竟是立下了大功，朕也不会让你做一个普通的宫女。这样吧，朕就留你在御书房，做朕的笔墨侍书。等将来你的未婚夫有了消息，朕就让你出宫去和他完婚。奴婢谢皇上恩典。这个笔墨侍书，以前宫里是没这个职位的，而是朕特意为你而设。你既不是后宫嫔妃，也就不适合住在东西12宫中的任何一宫之中。这样，让人在后宫之中找一处幽静的住所，赐名永乐斋，暂时拨给你住。谢皇上恩典。那你的第2个要求呢？我第2个要求很简单，奴婢知道皇宫里有一个宝库，里面有好多奇珍异宝，奴婢想进去转一转。你还真是个小孩心性。好，朕准你了，准你去宝库逛一逛，顺便挑拣自己喜欢的宝贝，就当是朕给你的赏赐。多谢皇上恩典。石叔姑娘，哇，请。公公，这皇宫宝库里面有这么多的宝物啊！是啊，我都不知道挑什么了。石叔姑娘，我跟你说，这宝库中的奇珍异宝啊，有数十万件。姑娘喜欢哪一件，告诉我，我来帮你选。李公公啊，你可知道皇上为何让我来选宝物啊？这个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如今姑娘可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呐。我在这宫中已经30、40年了，还是第一次看到奉旨到宝库中来选赏赐的事情啊。这皇上啊，让我来挑宝物啊，实际上是给我下了道密旨，是让我来这儿找铜匣的。哎，但是这事儿除了皇上知道，只有你我知道，不许告诉第4个人啊。奴才明白，姑娘你放心，
我在这宫中当差好几十年了，就一样好处，嘴巴紧，从来不乱讲话。这个好，继续保持啊！好好好，走，我带你去看看册子啊。啊。姑娘，这宝库里的所有宝物啊，都在这个册子里面。我们看看这个铜匣。这个是铜匣的，你看看，这个宝库里的铜匣呢，一共有174件，不知姑娘想要哪一件啊？李公公啊，这个铜匣呢？姑娘饶命啊，姑娘！什么？铜匣被鳌拜拿走了？李公公说大概3个月前吧，这个鳌拜呢私自拿走了一个铜匣，还叮嘱他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我去登记册上看到铜匣的形状，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。恐怕不是鳌拜私下拿走的，是李公公亲自拿去献给鳌拜的。这个李公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了他是鳌拜的内奸，所以他在言语中呢为自己脱罪遮掩。哎，朱哥哥，我可听了你的话啊，没有揭穿他。你刚才说什么？3个多月前，那不正是义父告诉我们铜匣秘密的时候吗？难道鳌拜也知道了铜匣的秘密，所以抢先一步拿走了铜匣？可是鳌拜怎么知道铜匣的秘密呢？难道我们明珠谷出了奸细？奸细？我觉得会不会是鳌拜觉得那个铜匣很顺眼，自己比较喜欢，就顺手拿走了呢？环美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们不能存在侥幸心理。皇宫的宝库中有数10万件的珍宝，鳌拜偏偏选中了铜匣，一定是铜匣的秘密泄露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咱们明珠谷有内奸了，那怎么办啊？眼下之计，只有想办法到鳌拜府上拿到铜匣，在暗中通知师傅们排查谷中所有人，找到奸细。学姐姐说的有道理，之前这康熙啊，一直担心我中了大补丸的毒，但他不知道咱们已经把毒悄悄的给解了，所以呢，我可以借口找解药，亲自搜查鳌府，康熙肯定会答应我的。环美，康熙一直对你言听计从，就连你之前打了他一巴掌，他也饶恕了你。但是，你千万不要被他的柔情蜜语所迷惑。朱哥哥，哎呀，你在其他事上都挺大气的，怎么这件事上这么小气呢？我接近康熙，还不是为了帮你实现为你父皇报仇、光复大明的梦想，结果你还怀疑我。对不起，环美，是我想多了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总是不踏实。等我们拿到了铜匣，一起撤出紫禁城，再也不要见康熙了，好吗？怎么，你不愿意啊？哎呀，说实话啊，在这皇宫里呢，有最大的老大罩着我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玩什么随便挑，这种感觉还真让我轻飘飘的。我还想多享受几天呢。你呀，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只是把我自己内心的话说出来而已嘛。为了不让你生气，我保证等找到铜匣以后，跟你们一起撤，行了吧？老大，谢谢你。要不是你的金蚕背心，说不定小弟就再也见不到老大了。这个金蚕背心我穿着也没什么用，我跟这世上的人无冤无仇的，也没有人想害我。倒是你，虽然高高在上，所有人都对你很恭敬，指不定多少人想害你。拿着吧，给你了。既然你这么关心朕，那朕可就收下了。你知道这件金蚕背心的来历吗？我只知道这个是先帝赐给鳌拜的。这件金蚕背心呢，是前明崇祯皇帝的贴身之物。这个崇祯皇帝生性多疑，
唯恐被人刺杀，所以花重金从海外购得了这么一件宝物。可惜啊，最后他还是丢掉了天下，吊死在了梅山。就跟这个鳌拜一样，曾经权倾天下，现在不也照样变成了一个阶下之囚？所以啊，这执掌天下之人，可不能靠什么宝物防身，必须以仁德治天下。只有天下太平，这做皇帝的才会太平。龙小弟，你这一本正经说话的样子，还真像个皇帝啊！什么叫像个皇帝？朕本来就是个皇帝。是，而且朕会说到做到。哎呀，老大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可能是大补丸的那个毒发作了。那怎么办呀？我已经命索额图去查抄鳌拜府了，命他一定要找出大补丸的解药。哎，不，这索大人吧，他去找，他即便看见了，他也不知道哪个是。要不然你还是让我去吧，我去搜吧。不是，可是你这样能坚持住吗？我其实刚来的时候吧，吃了我哥哥给我制的那个药，虽然不能根治这个毒吧，但是可以缓解一下。你让我稍微缓一下啊。好多了，应该没问题了。行吧，那你就赶紧拿上朕的金牌，去鳌拜府查吧。龙小弟，如果我去搜的时候看到一些金银财宝，我能不能顺便带走点儿？老大，你在宝库里边挑了那么多宝贝，还不知足？钱是个好东西嘛，多多益善啊。你呀，真是个小财迷。所以，龙小弟，你这话是答应了？啊，谢谢龙小弟。这样，等我发了大财以后，一定带你去京城第一酒楼吃顿好吃的，行不行？好，就这么定了。还不去？师叔姑娘，这都是为你准备的。来，尝一尝，应该是不错的啊。经典一下。好吃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啊。翡翠时间，这边。的确好吃。等一下。啊。表姨父，这是查抄的物品清单，您过目。啊。这大补丸的解药，府中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都搜了个遍，还是未能找到。这怎么能行啊？大补丸解药是最重要的东西啊！皇上说了，掘地3尺也要找出来。继续搜。是，卑职这就亲自带队再去搜一遍。快去。你走。这，师叔姑娘，这是查抄的物品清单，您长长眼，过目。不用看了，这个不对。不对。哪里不对啊？啊，师叔姑娘。这个清单啊，肯定不对。这不对吗？好，师叔姑娘，咱们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好啊。走。参见大人。行了，走吧。这，走。索大人，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。哇，这么多金银珠宝啊，连在皇宫的宝库里都没见过呀。
世淑姑娘，你这眼光挺毒啊，一眼就看出这账目不对啊。实话实说吧，这2箱宝物还真就没入账。咱俩来鳌拜府也不能白辛苦这一趟吧？咱们2:1天作5，把这2箱宝物给他分了，这样如何？分了，这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啊？这皇上命咱们俩来查抄这鳌拜府，其实就是想赏咱们俩一个发财的机会，这你都不懂吗？那也是，咱就别跟皇上客气了。是啊，那咱跟皇上客气什么呀？啊？那这样，一会儿你找个人啊，帮我把这箱抬到永乐斋去。没问题啊，这个包在我身上，你就不用担心了啊。那世淑姑娘，这些账目可对了？不对，还是不对啊？什么不对啊？世淑姑娘，这还有哪儿不对呀？啊？这个不对。行，你厉害。走，跟我走。哎呀，世淑姑娘，这是我藏的最后1箱的宝物了，啊，没入账的宝物了。哎，这个箱子也没有。鳌拜到底将铜匣子放到哪儿了？世淑姑娘，这最后1箱宝物，我本来是要留下来，孝敬其他王公大臣的。你想啊，咱俩捞到了这查抄鳌拜府的肥差，这朝里多少眼睛盯着咱俩也不能不懂规矩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索大人啊，我虽然不是特别懂你们这朝中的复杂关系吧，但是我也知道，这人要懂得分享，不能吃独食，不然啊会招来祸灾的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哎呀，世淑姑娘就是聪明伶俐，难怪皇上这么宠爱你。哎，那现在这账目可对了？这账目是对了，但是我这解药还没找到呢。对呀，这解药没找着。鳌拜这奸贼实在是狡猾得很呐！这找不着解药，咱俩怎么向皇上交代呀？索大人，您看这样，您让手下的人呢去审一审鳌府的人，问问这鳌府里面有没有什么密室之类的。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？啊，哎呀，还是世淑姑娘更胜一筹啊！那咱这个先放着，查解药去。走。世淑姑娘，你瞧这个地方机关重重，也不知道藏了多少宝物，说不定这大补丸的解药就藏在里面。索大人，这个机关十分的复杂，我们真的没办法打开啊！废物，一群废物点心，这点事儿你们都办不好啊！我告诉你们，再给你们1个时辰，如果你们再打不开，我把你们这没用的手给剁下来。我剁下来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们开。索大人，消消气啊！我觉得他们打不开，跟您站在这儿也有关系。您想啊，您站在这儿，他们紧张啊，紧张肯定打不开。要不然您看这样行吗？您到外面啊歇息歇息，喝个茶，我来看着他们。还真说不定啊。那行，那就麻烦世淑姑娘帮我先盯着点儿。好嘞。啊，你们听好了啊，一切都听世淑姑娘的安排。是。世淑姑娘，这个解
机关设计得非常巧妙，我等真的无力打开啊！是啊，我看看。奴才参见皇上。李德福，你可真有眼色呀，还敢过来见朕！皇上恕罪，奴才知道，皇上现在心情烦躁。不过太皇太后宣世淑姑娘去那个慈宁宫觐见，奴才不敢不传呐。皇上，太皇太后不会想赐奴婢一杯御酒吧？没事，别害怕，朕陪你一起去。皇上驾到！皇上吉祥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你先在外面候着，朕进去跟太皇太后先说说。皇上，奴婢这颗脑袋能不能保住，可就靠皇上你了。放心吧。这太皇太后肯定不是个好说话的，万一皇上的面子她也不卖，那我是不是该赶紧脚底抹油溜啊？皇祖母吉祥。起来吧。刚刚擒拿了鳌拜，还有许多善后的事情需要做。皇上怎么会有闲暇来陪哀家这老太婆呢？不是，皇祖母一直教诲说，越是处理大事，越要从容。孙儿一直谨记于心呢。幸亏爹和师傅没有先见之明，别的功课都任由我偷懒，却逼着我狠练轻功，关键时刻果然能够救命。可是我千辛万苦才得到的铜匣，还有那么多值钱的珠宝还在永乐斋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哎呦，管他的，也顾不上这些身外之物，先保住小命了紧。难怪鳌拜会栽在这个小丫头手里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她居然一点儿也不慌乱。哎呀，皇上，你亲政了，哎，有许多事情呢可以自己做主张了，也用不着哀家这老太婆唠里唠叨了。皇祖母何出此言啊？孙儿心里极是惶恐，不知孙儿有什么地方做错了，还请皇祖母垂询。得了，去玩去吧啊！你们都退下。下去吧。皇上啊，听说你把李太医和那些工人们都赦免了。啊，是。这个李太医啊，擒拿鳌拜有功，又救过孙儿的性命，而且这些工人都是伺候孙儿多年的老人了。孙儿心里极是不舍，所以就赦免了他们。朕少造一些杀念，也是为了皇祖母积福天寿嘛。哎呀，皇上啊，你可是刚刚亲政啊，就如此妇人之仁，以后怎么立威啊？你那个叫什么李义欢，这个小小的答应，他当着众臣的面打了皇上一巴掌。而皇上竟然不仅不惩罚他，反倒给他还特设了一个笔墨诗书的女官员的位置，还给他赐了一个永乐斋。哎，这些做奴才的可真小心，唯恐听到了不该听的，都站得远远的。我可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得认真的听着，万一龙小弟顶不住了，我好赶紧溜啊！皇上，你这法度尊严何在呀？哀家本来想协助你处置这些事，没料到
你已经特赦了他们，你眼里还有哀家这个把你从小苦心养大的，把你扶上皇位的老祖母吗？你全然不顾哀家这副老脸了。皇祖母息怒，若是因为此事伤了皇祖母的凤体，那可真是孙儿的罪过了。皇上若眼里还有哀家，就立刻下旨赐死这个李易欢。好狠的老太婆，果然还是不肯放过我。龙小弟，如果你保不住我，那我就只能发个讯号，通知祝哥哥和我一同撤离了。那你从此之后就再也见不到我。你可不要怪我绝情啊！谁叫你这个皇帝当得这么窝囊，连自己的结拜大哥都保不住。孙儿自小就没了父母，全凭皇祖母的疼爱，才将孙儿一手养大。孙儿对皇祖母之心，那是天地可见的。此事，孙儿可能处置上有些不当，但绝无半点忤逆之心呐。唉，罢了。皇上呢是仁慈大度，也是正当年少多情嘛，也难免呢迷了心性，失了分寸。起来吧。皇祖母，您先消消气。这个易欢呢，是孙儿在出宫微服私访的时候结识的。那个时候，孙儿一时玩性大发，就假冒侍卫龙三的身份和他结了拜，还谎称自己是皇上的替身。没想到他还真信了，所以他后来才打了孙儿一巴掌。其实吧，他不是冒犯龙威，他只是把孙儿当成了他那个假冒皇上的结拜小弟了。他居然不知道你是皇上？是啊，这个易欢出身草莽，没见过世面，性子又天真烂漫。孙儿也是一时兴起想骗骗他，没想到他还真信了。为了帮孙儿这个所谓的替身对付鳌拜，他还不惜性命，与鳌拜那是以死相拼啊！若是宫里的其他人对孙儿不敬，那自然是死不足惜。可是易欢她只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傻丫头，又何必与他一般见识呢？哼，原来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一个傻丫头。你认我做老大，就是为了戏弄我找乐子吗？皇祖母，说实话，这宫里又有哪一个女子肯为了孙儿不惜性命，与鳌拜以死相拼呢？就看在他对孙儿这份难得的情谊上，饶了他吧。皇上，能说一句老实话吗？你是不是真的为这个李易欢动了心了？皇祖母，孙儿刚刚真正亲征未久，内有鳌拜的余党未能清理，外有三藩做大，还有钱明余孽组成的反清联盟，时刻威胁着我大清江山，所以孙儿不敢沉溺于儿女私情，对任何女子都不会真正动心的。龙小弟，原来你对我果然不是真心，这样也好，咱俩互不相欠。哦，哀家以为这李易欢是一个狐妹子，让皇上迷失了心性。这样听起来呢，哀家也就放心了。至于这李易欢是要杀要赦，那就看皇上的了。皇祖母这孙儿还有一事相求。这易欢她娇俏可爱，天真烂漫，就像一个开心果，所以孙儿想把她接着留在宫里，让她伺候。你怎么又绕回来了？皇上你小小的年龄，承担起大清朝的重任，哀家想想都心疼。皇上什么时候做到不动真情，不误国事，那你就
真正的成长了。皇上，你看这后宫有那么多的小丫头，你叫哪个不是啊？非得她这个李环不可吗？她有何等的姿色呀？何等的本事！皇祖母，这一欢真的是非比寻常的女子，孙儿求皇祖母成全。这个李易欢是不是在门口候着呢？那就叫他进来吧，让哀家见识见识。太皇太后和皇上宣世淑姑娘觐见。是，奴婢遵命。太皇太后，皇上，世淑姑娘觐见。太皇太后吉祥，皇上吉祥。果真是一个灵秀的人儿。你盯着哀家做什么？哦，奴婢只是好奇，原来太皇太后长这么好看呀，慈眉善目的，就跟画里走出来的观音菩萨似的。你不必在这里花言巧语。李欢，你可知罪？奴婢知罪。你知什么罪？讲来给哀家听听。奴婢白长了一双眼睛，没有认出来皇上就是货真价实的真龙天子。奴婢更是长了一个猪脑，居然皇上说什么，奴婢就信什么。你看，皇上，你看这小丫头啊，她哪里是在认罪呀？她分明的是拐着弯的数落皇上。皇祖母，这丫头一向如此，心直口快，不知轻重。那你就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，奴婢说的都是真的，没有骗您。当初奴婢看上皇上穿着龙袍，坐着龙辇，回到御书房的时候也觉得好奇，奴婢就追上去问皇上：“哎，你到底是皇上还是龙三啊？”结果皇上一脸严肃地跟奴婢说：“嘘，小声点，我当然是龙三，不是皇上。”你不是皇上，可是为什么外面那些人都跪下叫你皇上呀？那是因为我呀是皇上的替身。你是皇上的替身啊？对啊，因为我身形跟长相都酷似皇上，所以我是皇上的替身。你也知道，咱们大清虽然入关数十年了，但是根基未稳，皇上又年少，刚刚亲政嘛，不光这前明余孽，还有很多朝中的大臣都想谋杀皇上，所以呢，我就当皇上的替身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怪不得你会跟我结拜呢。要是皇上的话，怎么能跟我结拜呢？对啊，这回知道了吧？为什么我龙三你在宫里打听不出来了吧？那是因为我不是一般的侍卫，我呀只需要在皇上需要我的时候出来露面就行了。太皇太后，你们都笑什么呀？奴婢说的都是真的，没敢骗你。奴婢当时就想，龙小弟真可怜，为皇上卖命，还得替皇上挨刀子。这丫头果真有趣呀！皇祖母，当时的情形确实如此。孙儿也是一时童心未泯，见这个丫头什么都不懂，特别有趣儿，想逗一逗她。想逗逗我，但是奴婢当真了，真的把皇上当成兄弟，不想看着你去死。太皇太后，奴婢真的以为他要去跟鳌拜拼命，所以就把身上的金蚕背心脱了下来，给了他，还陪着他一起去跟鳌拜拼命。要不是我哥哥及时赶到，恐怕我跟皇上就……瞧这丫头委屈的哟。得了，哀家呢就饶过你了。真的？谢太皇太后，还是太皇太后好。
不像皇上，就知道欺负奴婢。哀家听说你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当着那么许多的大臣们的面，打了皇上一巴掌，是吗？哀家着实的恼怒啊！没想到，就像皇上说的，你只不过就是一个不懂规矩，而且呢，还对皇上有恩有义的一个小傻丫头。所以太皇太后，您的意思是，可以饶恕奴婢啦？不，你毕竟打了皇上，你这叫犯上啊！要是对你不进行惩罚，哀家和皇上的威严何在呀？太皇太后，您还要罚奴婢啊？哀家对你呀，是死罪可免，活罪就不能饶啊。这么着吧，你哪只手打了皇上，那就伸出哪只手来，就得挨打50手板。太皇太后，我爹跟师傅从前总打我手板，我都打怕了，能不能换一个不打手板啊？死罪都给你免了，你还在讨价还价呀？不是，奴婢不敢还价，只不过奴婢是用右手打的皇上，可是奴婢这右手受了伤，还缠着绷带呢。太皇太后，您看。是啊，皇祖母，奕欢手上的伤啊，还是为了救孙儿，被鳌拜用匕首给刺的。这伤口又长又深，这血好不容易才止住的，现在还没愈合呢。那就伤好了再打。太皇太后，您就饶了奴婢吧，奴婢知错了，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这样吧，哀家呢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哀家出3个题目，你要是答对了，就免去这50手板。考试啊？奴婢最怕考试了，能不能不考试啊？你这个小丫头啊，又怕死，又怕挨打，又怕考试，那怎么着？那是挨杀头呢，还是挨打呢？还是应考试呢？那还是应考吧。不过太皇太后，您出的问题会不会根本就没有答案啊？哎呀，哀家怎么用这种方式来对付你这个小丫头啊？哀家出的题目是有答案的。是，太皇太后息怒，是奴婢小心眼了。那请太皇太后出题吧。告诉你小丫头啊，这后宫之主是皇后，就由她来出这3道题。1个时辰之后回来再考你。是，谢太皇太后。皇祖母，你就这么轻易的放过李奕欢那个狐妹子了？不放过她又该如何呀？就算是灭了她，你想想，皇上也不会亲近你，更会疏远你的，哀家也会遭到一生的怨恨的。那您就不担心李奕欢继续留在宫中祸害皇上？开始的时候哀家也有担心，可后来一见到这个李奕欢呐，她只不过就是一个鲁莽的小丫头而已呀。皇上也就是少年心性，找一个新鲜有趣的玩伴而已。所以哀家呢，想放他一马，等待以后视情形而定吧。既然皇祖母都这么说了，那妾身就暂且忍耐了。哀家出了这3道题，1是为了考量一下这李奕欢，2呢也好给皇后一个机会。现在呢，这前面这2道题呢，就由皇后来出，最后这道题由哀家来把关。
这第一道题呢，你要用一根绳子，把这块冰从这个碗里挪到那个碗里。这么简单啊？不简单，条件是不能用这根绳子拴住这块冰。那我可以用其他的东西帮忙吗？可以呀，但是只能用一只手，这只手呢还不能碰到那块冰。黄祖母，这也太难了吧？这只能用一只手，又不能接触这冰块，那怎么用这根线把这个冰块挪到那个碗里去啊？皇上啊，若是这丫头认输的话，哀家就让李总管给你做个演示。可是这50手板，你就着实的挨上了。皇祖母，这奕欢手上还有伤呢。那伤好了再打。皇祖母，这个奕欢要是实在办不到，能不能看在孙儿的面子上，给他换一道题啊？哀家是一再让步啊，已经给皇上足够的面子了。皇上，不用再替奴婢求情了，奴婢已经想到办法了。真的？你确定啊？请太皇太后跟皇上给奴婢一点时间，奴婢要去拿一样东西。可以呀，不过你得快点儿，不然的话这块冰就化了。谢太皇太后，奴婢告退。哎，谁家野孩子呀？没点规矩！让开！哎，这孩子。这丫头怎么还不回来？这冰都快化了，你想出来办法没有？奴婢想到办法了。好了，稍等片刻就可以了。这丫头，没想到居然用这个法子。你这罐子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奴婢抓紧一切时间从御膳房拿了一罐盐。哦，朕明白了。朕以前学的功课里边也有这一门知识，只不过刚刚情急没有想起来。奕欢，想不到你还挺博学的。皇上千万别夸奴婢了。从小到大，奴婢不喜欢好好学习，但是什么都学，只会那么一点点，杂而不精，跟博学二字万万沾不上边儿。奴婢之所以知道这个办法，是因为小的时候，在冬天啊，奴婢喜欢跟自己的哥哥用盐水呢冻冰人儿，所以才知道这个法子的。好啊，小丫头，这第一道题就算你过关了。哀家接下来再考你第2道题。你数数，横着数多少，竖着数多少，一共多少个铜板？数数。回太皇太后，横着数有4个，竖着数有5个，一共是8个铜板。好，你就从这8个铜板里头拿出1个铜板来，把这2列铜板变成都是5个。啊？可是这不对啊，横着就变成5，竖着变成4个了。哀
哀家给你一炷香的功夫，你要是再猜不出来，那就算你输了。完了完了！小的时候，奴婢不想好好学习，老在师兄师姐面前捣乱，而师傅们总是吓唬我，把戒指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。啊，这下好了，以前没挨多少打，现在又全给补回来了。太皇太后，您只说了只能移动一个铜板，但您却没有说不能重叠。您看奴婢做的对不对？哎呀，小丫头啊，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，还是有人帮衬你作弊呀？嗯？太皇太后恕罪，其实是皇上先想出来的，然后告诉了奴婢，奴婢才说出答案的。你这丫头，朕好心帮你，你还出卖朕。皇上，对不起，如果这道题没做出来是小事儿，但是如果因此欺瞒了太皇太后，那可是犯了大罪。皇祖母，其实呢，孙人也就是摆了个手势，不能算是作弊。再说了，这道题啊，它本来就简单，孙人就算不提醒易欢，易欢他自己也能想出来的。你这易欢小丫头，她若是不承认，你皇上也不承认，那哀家再怀疑也逮不着你们的把柄。罢了，就看在你这小丫头诚实的份上，这道题就算过了。谢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，您人真好，就像画里走出来的观世音菩萨转世似的。净说漂亮话。好了，哀家呢，接下来再给你下第3道题。不过呢，皇上，你就不能再度的帮衬作弊了。孙儿明白，这第3道题，孙儿绝对不会再帮他作弊了。你如果再作弊，当然也算输。这第3道题，小丫头，你听好了啊，什么事情别人都能做得到，偏偏你自己做不到。这个嘛，奴婢知道了，除了奴婢，其他人都能杀了奴婢，唯独奴婢自己不能杀了自己。好，这个答案好。皇祖母，这一关易欢算是过了吧？哎呀，皇上啊，不要高兴得太早了。你想想啊，一个好好的人，他为什么平白无故的去杀人呢？当然了，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杀自己，只是呢，看他愿意不愿意杀自己。所以呢，这个答案不对。这道题的答案不对啊？当然了，这个答案呢，是需要有人来演示的。太皇太后，奴婢现在脑子都成浆糊了，实在是想不到答案。看来你是自愿认罚了。皇祖母，孙儿也不敢再为易欢求情了。孙儿只是希望你能多给易欢宽限1日的时间，让易欢自己回去好好想想。好啊，那就看在皇上的面子上，就宽限你1天。为了不让别人给你帮衬作弊，哀家就要把你留在慈宁宫1天。待到明天这个时辰，你要是再答不上来，那就要着实挨打了。谢太皇太后。李欢这个小丫头真够机灵的啊，轻而易举的就解了这几道题。原本妾身出的第2道题是可以难住李易欢的，如果不是皇上相助，只怕他早就输了。皇后不要这么想，即使是皇上没有相助，这李易欢他也会答得出来的。只不过是呢，
多花些时间罢了。幸好皇祖母出的第3道题把他难住了，就算他想了3天3夜，也未必想出答案。只是，又怕这一夜之隔，又有人给他送答案去了。只要皇后你知道哀家为什么出这3道题的目的，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计较结果呢？如果这李易欢没有想出这个答案来，作为皇后你该怎么做才会是最好的结果呢？鳌拜已经被打入天牢了，你难道还要替他卖命？我哪有替鳌拜卖命？我这不跟你一样被鳌拜逼着服了大补丸才身不由己的吗？我也就是偶尔替鳌拜传递一下消息，可我没有做过什么过分的事情啊。李太医，看在咱们是同乡又是同姓的份上，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，可千万别出卖我呀。我们不出卖你，你就要出卖我们？易欢打了康熙一巴掌，你为什么要跟太皇太后告密？这叫杀人灭口！冤枉啊，李太医！我虽然跟你一样受制于鳌拜，可是鳌拜说了，我是他内线当中身份最特别的一个，有什么事他单独跟我联系。除此之外，别人毫不知情。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兄妹也知情啊，又怎么可能想到去杀你们兄妹灭口呢？我跟易欢，毕竟是皇上安排在鳌拜身边的人。你是担心有一天，我们知道了你是鳌拜的奸细，向皇上告密，所以才想借太皇太后的手，先杀了我们灭口。不，李太医，我没你想的那么狠。既然皇上已经把鳌拜拿下了，没有怀疑到我，那证明你们对我没有威胁。再说了，我是奉了太皇太后的懿旨监视皇上，每日向他汇报皇上的一举一动。可是皇上已经亲政，权威日重，我再也不敢像以前一样，真的事无大小巨细都向太皇太后去汇报。更何况皇上那么宠爱你妹妹，我怎么可能挑拨太皇太后去杀了你们兄妹呢？我要是这么缺心眼的话，我还能活到今天，还能当上大内总管？不是你，那会是谁呢？这我是真就不知道了。在皇宫里啊，这人际关系复杂着呢，你都不知道这背后谁拿着谁的钱，替谁办着事儿呢。好吧，我暂且相信你。看在咱们是同姓同乡的份上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以后啊，我们要多多相互照应才是。对，相互照应，相互照应。皇上，怎么愁眉不展啊？是在为易欢妹妹烦心吗？太皇太后出的最后一道考题实在是太难了，真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答案来。妾身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出什么办法。哎，雪嬷嬷，你可有什么好的主意啊？老奴也想不出来。皇上不必发愁，这朝中人才济济，皇上何不暗中召集几位心腹大臣，共同商议一下，集思广益呢？说得对啊，婉心，这后宫之中，就属你最温柔体贴。别的嫔妃啊，都嫉妒易欢，巴不得暗中盼着易欢出事，只有你，才是真心实意的对她。妾身一来是为了帮皇上分忧，二来是真的喜欢易欢妹妹。哎呀，你说咱们这皇上啊，自从亲政以来，可从来没有这么晚召见过咱们啊！你们都说说，这有什么急事儿啊？会不会是鳌拜一案又出了什么重要线索？嘿，李太医，你也来了？哎，莫非是皇上他龙体欠安啊？哎，嘘，这话可不敢乱说啊！
小心这叫祸从口出。明珠大人，哎，李太医，说什么？怎么回事？皇上突然差人传来口谕，让卑职火速觐见，却没有说所谓何事。哦，行，进去吧。走，明珠大人请。请啊，诸位爱卿，朕深夜召诸位前来，是因为朕碰到了一件为难之事，朕思虑了许久，都没有想出答案，所以啊，想听一听诸位爱卿的高见。敢问皇上是何为难之事啊？这有什么事情啊？是只有其他人能做到，而自己却偏偏办不到的。哦，原来皇上是为这样的事情在为难啊。有了，比如说，别人可以杀得了我们，但是我们杀不了自己。这个答案不对，这个答案只是诡辩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杀了自己，而不是绝对做不到。这个答案必须是别人可以示范出来给大家看，而自己却偏偏无法效仿的。皇上，不知皇上怎么突然问起这么奇怪的问题，还这么着急，想要知道答案？这其中缘由，朕不便透露。诸位爱卿只要好好开动脑筋，帮朕解忧就行了。有了，皇上。皇上，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，把自己从地面上提起来，但别人可以呀。这个答案也不行。出题之人只怕会说，我们每个人只要轻轻一跳就可以离开地面，为何还要把自己的头发给提起来？所以啊，这个答案还是过不了关的。皇上，此等古怪刁钻的问题，实在是难有标准答案。究竟该怎么回答，完全要看出题的人是否在故意的刁难。皇上，这出题的到底是何人？一欢妹妹，学姐，来，走。哎呦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不是被皇太后软禁在慈宁宫了吗？那个老太婆哪知道我的厉害啊，派了个小小的宫女看着我，我直接把她的昏睡穴给点了，我就从床上溜出来了。不过学姐姐，我不能在你这儿待太久，皇上不在，我怕那老太婆发现了对我下毒手。好，这索额图和明珠府上养着上百的能人异士，在天亮之前必定能找出朕满意的答案。只不过太皇太后为了防止朕作弊，已经派人盯着易欢了。李太医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答案神不知鬼不觉地传递给他？这个好办，
微臣小时候跟陈妹在同一家私塾学习，陈妹性情顽劣，不肯用功。为了帮陈妹逃避师长的责罚，微臣也常常在暗中帮陈妹作弊。到时候，皇上只要用微臣当时的办法，把答案传递给陈妹即可。皇上啊，正在连夜召集心腹大臣，帮你一起想答案呢。这个皇上对你可很上心哦。唉，她只不过是见惯了宫里这些贤良淑德的女子罢了，对我呢，只是图个新鲜。徐姐姐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找到铜匣了啊！我要跟朱哥哥吃住紫禁城了。铜匣，你已经找到了？嘘。这个铜匣是从鳌拜府找到的，我怀疑呢，我们明珠谷有内奸，把铜匣这个秘密告诉了鳌拜，但是鳌拜出于私心就没有上报给朝廷，就一直把这个铜匣收在自己的府里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真没想到咱们明珠谷里有奸细，会是谁呢？不知道，不过朱哥哥已经告诉我爹了，我爹现在赶回明珠谷，跟各位师傅商量一下查清奸细的事儿。哎呀，你说这奸细会不会把你我的身份也泄露给了鳌拜？据我推断，这个奸细应该还不知道我们在谷外的行踪，他更不可能料到我们能够到皇宫里来，所以我们暂时是安全的。有道理。好了，既然你们兄妹之间有此等传递消息的妙法，那朕也就放心了。那微臣先告退了。等一下，皇上还有什么吩咐吗？真没想到，这么顺利就把铜匣找到了。早知这样，我跟师父也不用费尽心机进皇宫潜伏了。别难过了，学姐姐，我来这儿还想告诉你件事情。如果明天我那第3道题答不出来的话，那个老太婆肯定要毒打我一顿，到时候我只能脚底抹油溜了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个铜匣还有搜刮来的那些金银财宝，都放在我永乐斋的床底下了。我们走了以后，只能靠你跟六师傅去取了。一旦取好了，赶紧跟我们一起撤吧。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。哎，小师妹，其实你尽快离开紫禁城也是对的。你都不知道，看到你整日跟皇上形影不离的，大师兄心里有多别扭。朱哥哥哪儿都好，就是太小气了。哎，我不能跟你说了，我得赶紧走了，被人发现了我就死惨了。哦，你小心点啊。知道了。这鳌拜一直不肯交出大补丸的解药，朕派索额图去鳌拜府上搜查，也没有搜到。李太医，你既然能解了朕的毒药，那这大补丸之毒你可能解？皇上，鳌拜并不敢谋害皇上的性命，所以给皇上下的只是扰乱心神之毒，而且分量很轻。但他给陈兄妹所服的大补丸，是他用来控制手下的独门毒药。微臣想尽办法，也只是配出了缓解毒性发作的药。朕真的是愧对你们兄妹。皇上这话，微臣兄妹实在是担不起。请皇上放心，微臣一定会继续实验，争取早日制出解药。已经3更天了，皇上早点歇着吧。朕刚刚亲政不久，朝中还有多少大事小事没能理顺？尤其鳌拜一案，牵连甚广，盘根错节，山西直隶等省又遭遇了数十年不遇的大旱，朕岂能安心入睡？你先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想不到他竟如此勤政。我听了小师妹的话，帮他斗倒鳌拜，
也许失算了。太皇太后吉祥，皇上吉祥，皇后娘娘吉祥。罢了，这答案有没有想出来？太皇太后，奴婢脑子实在太笨了，所以到现在答案还没有想出来。哦，那你可得要抓紧啊！这转眼就要正午了。不好意思了，龙小弟，5时一到，我就会马上逃出宫去。我们也许就再也见不到面了。太皇太后，您跟皇上在这，奴婢实在太紧张了，能不能到门口去想啊？哀家准你了。哀家倒要看看你这小丫头还能耍出什么小花样来。奴婢绝不敢耍花样，多谢太皇太后，奴婢告退。慢着，易欢，外面日头大，朕赏你一把扇子。以免你那小脑袋瓜子被晒伤了，更想不出来了。多谢皇。等等，那扇子上有皇上新题的字吧？拿给哀家看看。以哀家看来，这皇上的字就是好啊。拿着吧。多谢皇上。易欢，你腰上的那个琉璃坠子倒是挺别致的。朕记得你哥哥也有一块同样的吧？奴婢跟哥哥是同日所生的双胞兄妹。这个琉璃坠子呢，是爹送给我们的生日礼物。哎，还真是，这个字又显出颜色来了，而且字体还变大了。这个琉璃坠其实是一个彩色的放大镜，是微臣的爹从一个西洋商人手中购得，送给臣和臣妹的10岁生日礼物。臣兄妹各有一个，随时带在身上。到时候，皇上只要将答案用这药汁抄写在这扇面之上，传递给臣妹即可。告诉他，用这个琉璃坠，他就会明白了。李太医，朕真的很羡慕你，能和易欢有这么美好有趣的童年。不像朕，10岁的时候就父母双亡，而且还不得不提防宫中各路势力的算计。行了，那你赶紧去吧，要是耽误了时间啊，朕也救不了你。多谢皇上。慢着，外面天气太热了，本宫就赏世淑姑娘一方丝巾，擦擦汗吧。多谢皇后，奴婢告退。皇上好像一点不为这小丫头担心呢。皇祖母，易欢她只是本性纯良，并不是笨，虽然相信她一定能想到答案的。皇祖母小心。皇上，
能不能叫2个人帮奴婢推下车啊？走了。这。谢皇上，你们2个帮我推下车。哎，你扶我一把。走吧。好，停。来，放下。那个，你再来扶我一下。太皇太后，您看啊，这只有推车的人才能推动这辆车，而乘车的人永远推不动这辆车。我说的对吗？好，这个答案妙。皇祖母啊，这个答案啊，不仅解了题，这好像还给我们所有人一个警示。这有些事啊，只有旁观者可为，而当局者永不可为。是啊，皇上你也应该明白了，这丫头可不像你说的那是个傻丫头，可是聪明着呢。你可不能当局者迷呀。皇祖母说的是，孙儿谨记皇祖母的教诲。真没想到，这个李易欢居然如此聪明。你赐给他的那个丝巾，最后看了吗？妾身昨晚在听到皇祖母的一番话后，将这第3道考题的答案画在了丝巾上。他先答出题后，才打开丝巾看到了答案。你果真聪明。哀家一点你就通，啊，你的相助啊，皇上和李易欢是心知肚明的，尤其是皇上。对你的大度会暗中感激的。皇后啊，只是个名分，你必须攥住皇上的心，你的地位方能稳固。多谢皇祖母提点。义父，叔父不当差的时候，时常爱去城郊的镜湖钓鱼散心。你可以到镜湖附近等着，找机会跟他相认。好，到时候我就假装跟他邂逅，绝口不提你和易欢。好，那我就预祝义父跟叔父顺利相认。但愿吧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真不知道，乍一看到我这个亲哥哥出现在面前，他会是什么反应。